講到這風颱過後，擱再出日頭，這苗栗泰安的苗62線昨暗擱再崩山路，有一台貨車經過，互這大粒一條結著，加在這駕駛有逃生，干那輕傷爾，也那大型機具佇今仔早起就去到現場拍通。另外講到這南投的縣道151線呢，今仔早起也傳出着崩山的跡象。面坡公路大面積的土石規個攏崩落來，下骹車路是完全攏封台起來，閣有一台貨車互土石綴掉，掉佇大石頭和護欄之間。好在在貨車的駕駛無安全，毋過想到迄當陣，伊真正是心驚驚。然後我就整個被推擠，推到最旁邊，完全車子停下來的時候，我已經知道車子有變形了，把車門趕快踹開。我離開車子的當下，我有聽到轟轟轟的聲音啊，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往前跑啊。如果我不往前跑，我一定會死掉。路線是13暗時要11點的時陣，準備要送貨去泰安鄉溫泉區的超商，但是經過苗62線2.3公里處的時陣，卻拄到崩山石頭落來，伊較緊落車，走去超商喊救命。因為苗62線是泰安鄉主要車路，石頭落來造成雙向的交通攏斷去，有3個村的交通受到阻擋，必須要駛路來行。我們的這個災害預備金也用完了哈，希望行政院盡快核下來，讓我們苗栗縣好做後面針對泰安跟南莊的這個災害處理的工作。苗栗縣長鄭東錦10時早起去現場會勘，現場初估有1000噸的土石，大型機具已經入場來搶通。鄭東錦是希望行政院較緊來協化經費，幫助災後的復建。另外，南投溪頭縣道151線13.2公里處，在10時早起嘛發生邊坡崩落來，大石頭是阻斷雙向的交通。昨日的一個夏季氣候的雷陣雨，那下了整晚的雨，然後造成頭151線3.3K 內湖國小附近往西頭的方向，那部分的土石滑落。南投縣道151線延溪公路是往返溪頭和三林溪一定會經過的車路，即馬當時歇熱，基地山頂的民眾未少。南投縣政府派機具進駐搶通，已經在10時下晡3點外恢復雙向的通車。不過因為山區的邊坡同款無穩定，加上熱天的氣候，山區是常常有落大雨，無確定講敢會閣再崩落來。民眾經過山區的車路的時陣，一定要提高警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